有民众伫面册广告华航订素食的餐点，也毋过煞无退着，而且华航伫事后咧补救的时阵，阁看款人服务。有外国人是摕着商务舱的素食餐点，也毋过中国籍的富人人煞干那2盘小菜加一块胖娘娘。华航是回应讲，迄个女性的旅客，伊是因为无伫期限内底来完成开票，嘛无订特别餐点，所以服务员毋才会有即款的应变。 有民众伫人面册铺文讲，伊坐华航台北飞北京的航班，看到有旅客订素食的餐，煞是摕无。互伊感觉真生气的是，空服员紧急处理的时阵，互中国的查某旅客2项小菜甲1粒胖，煞互外国的旅客规套商务舱完整的素食餐，互伊批评这是差别的待遇。 感受一定很差，对啊，因为觉得好像说，我好像不被受重视的感觉这样。如果可以弥补的话，应该是都要一样。我是会去要求说赔偿，如果得不到就想说那也没关系这样。我一定会据理力争啊，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啊。但是最少我们是一定要公平啊，因为毕竟都是相对都是乘客嘛。 针对网络顶流传素食餐服务的争议，华航回应讲，旅客预订特别餐，拢有按因预算的餐点来提供。调查了后，发现这个查某旅客是因为旅行社无伫期限内完成开票，重新定位的时阵无预订到特别餐。迄当阵空服员嘛以商务舱的面、青菜、沙拉甲胖等等有限的资源来运用，提供予旅客，并无差别的待遇。航空公司那边有可能是因为系统接收，或者是相关的。 整个地勤作业的舱单没有被列上去，或者是呢机票重新再做一些修改改定，餐食的这个记录呢可能会跑掉。记者伫中岛截稿进前联络这个铺文的人，拢也无得到回应。旅游品保协会提醒，旅客若是有特殊的需求，无论是素食餐、红眼啊食食、有囡仔用的药膏，或者是轮椅等等特别的服务。 除了请旅行社事先预订以外，嘛建议旅客会当家己搁敲电话去航空公司搁做确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